呀，各位聽眾，歡迎咱個在到嚟邊咧，好見你隻目一禮拜隻久無看到，咱隻笑臉亂個了。這禮拜咧老鳥大粒頭歡迎，大粒頭頂一禮拜講飛機，飛機講，係咪做安？哦，飛機安，啊未安。好嘅咋 ？OK，啊，我呢個 start 我 live 係。啊，背個 off air 個。嚇當佢 on 了，當佢把呢個 on air。但係頂一禮拜是大粒頭講，一隻飛機，咱講冇講到嘅是咩 ？Vietjet， 我冇聽過，我冇聽過。哦，呢係 bikini 嘅。我唔知喎，東京客人嘅飛機嚟啊！ It's a Vietnamese company, airline company. 伊是飛到啲 Vietnam 呢，還是飛 international？ Ia base di Vietnam. Tapi I think Southeast Asia. 哦，我想講伊飛去在另一 It's an country overnight sensation. Ia founder CEO overnight become billionaire. 對 ，OK， 然後對禮拜咧是話人講鬼，唔是？這禮拜講咩啊？哦，八卦嘅物件。八卦嘅物件，我講八卦啊！我對佢是八卦嘛，當今是八卦嘛。真有要講人講要食咩先？來看我食咩？那是咱們看我食咩？去 Snapchat 嚟看。我冇多隻有。嗱，你看這點，你看我就這咧，安尼這咧，一咧。你食 slider 啊 ？OK。咱去 Snapchat 嚟看，但是咱們對我 Snapchat 我都看，即這邊咧學嘅人嗰陣。哦。當今在這邊咧學嘅人對一個老作呢。特別我飛機，我最近我冇用 feature 浪，是幾聲？TV 啊！你話對啊？嚇！這點都好，我就哦。我就去俾。十倍啊！啊，冇你尋回食呀？冇，你切一半用烤啊！冇，我冇試過喎。你嗰時冇咪夠女個啊？伊無夠女，你用這頭姜熬伊是 juice 給它轉出來就是嘅。哦。所以呢，我刮呢，這邊刮，頂面刮，一底刮，然後是我叫你 peeler 嚇，然後 peel 配下。哦。我咪插我下，我就正食就好啊！咯，我講，我小妹講八卦誒時，只做物件，咱等人只做老作嘛。他物件咱八卦時，等人八卦時，咱做咩？食月餅。耶！月餅是多我對起是哦，伊成個是9月8號到9月15號到是8月10。哦。特別你無攤對。是呐。你特別嗰邊有月餅啦。啊，當佢有了咯，頂禮拜就有了咯。我一邊就較歹找，有本啊都要去等人店。8月10個，咱要做咩？8月10個，我到底馬來西亞8月10個要做咩呢嚇？馬來西亞人佚佗六節，佚佗六節。馬來西亞有做老做啊？啥物嘢嚇？這點嚇？很扁嚇，即係8月10個有做咩咯？成個攞成個咩 activity 你看啊，看過鳥嘅 activity 呢喎？冇啊！我喺厝正你冇好好要之類 activity 是講係見那個壓力，胡定倫敦嘅丁龍胡定，然後行然後我冇咯。哦，成個對啊咯。procession。something like that。你去要機啦，要機。了，我唔係再喺物件咯。嚇？你數，我想搬到去嘅數。哦。要刪掉咯。唔係話解嘅使，我照嚟做意義咯，話講嘅。呢邊你未看出喎？應該係本地。我會刪嘅嘛，而家收未知啊嘛。最近做工真 stress 哦，所以我特登就對人直接食。哎呀，你特登啊，吉拿大餐啊，韓國大餐啊。我 Snapchat 就看到啊。以前都食我落小食呀，都知哦。大家未拎一隻，韓式韓國。啊那，
啊，迄件那只哦，那明条只個另一隻嘛，Australia。啊是啦，好食本。嗯，有แล้ว我每年去Australia食下，咪去吹อาหารเนาะ Australia。แล้วก็มี 唔成啊，對，我啊找我啉放義酒愛哦。伊愛貴嘅酒嘅伊。哦，媽來對啊，貴嘅酒，你是咪是放義酒？你點買嚟食乜？你來這邊啉嘅？誒，嗰個燒下你胡丁哦。燒嘅胡丁啊！啊，快手不要伊嘛，แล้ว燒一胡丁嘅超會大嘅。做咩事？我試你見了嘅時候咧，你係伊直間冇事嗬，你直間十位去嗬，你啊，是。多一隻激冇只貴嘅，一隻胡丁不知道伊係 transparent 嘅，啊，係玻璃渣啊！係零嘅嚇，玻璃咗嗬，要不你買一隻杯 cost 得破當劍啊！當劍啊！嚇，當劍個話你可能安尼老國仔胡丁個啊，哦。特別較貴啊！第一個你喺度胡丁嗬，到時你 battery 喺度講亂咁樣死。哎呦，我有一隻 Sailor Moon 嘅哦，伊 music 啊！細細漢嘅啊，唔知蝦米 music 啦，把伊嘅款是 Sailor Moon 嘅。因為我這裡嘅 music 嘅嘛，係叫阿咪嚇，係這裡嘅。Lambada，對。你嚟去嗰陣時，肯定就條歌落咧。地邊啊！行咗，你記人嘅年代嘅事，俾佢10個事咯，做咩㗎？no 要記啊！冇想咯，咱嘅燈籠咧，日燈籠咯，咱嘅胡丁，你頂到時係有過胡丁先啫。胡丁啊，咁啦，我爸買喎，我冇聽講我愛買阿景啊，你爸咩咩啊？係你紅紙啦，清楚就是紅色玻璃紙啊！啊，對咯，紅嘅玻璃紙係辣仔咯。嚇！แล้ว你話是燒掉一年，個係包掉燒起來，還是特年攤子 No，冇咩？特特呢就咩事嘅嘛，唔是咩？冇啊！定當時有人燒起來啊！燒起來明年個叫齊用嘅啊！就頭次咩伊呢？冇夠咁正啊！呢係佢哋嗰啲笑係臭氣大嘢都講。係咯，較濟我是燒起啊！我嗰時冇燒上面都燒起來啊！一玻璃紙係變定起來咧，拍一破坑嘅。一定哦。伊成日波去，波去。馬來西亞一個我個男士你是做胡丁嘅，係咩物件做胡丁？做胡丁就 handcraft 咯。哦，有 competition 呢。啊。我等啊，上面係有去邊還是你 community 會使去邊？我記。甚至係。我記到啲咧漢明小學位，我去邊，我去看人邊。哇！樣做到只大頂嘅喎，你駱駝車，唔是駱駝車，你叫咩？駱駝車。你叫咩車啦？你人大啊，人大誒，人車，嚇，人車。係叫駱駝車。伊人車嚇嘅人車嚟塞嘅啊！你看我當然3粒4粒嚇。哇！啊！即係直當啊，即係咯，落地邊講。我老斜晒。誒，John 啦，佢講。啊，係咪 ？John，來聽好聲啊！不知啦，你若是有賺一 premium class 哦，你問佢講，我食 kiwi，你甲我表嘅包隻 kiwi 曬裏邊。誒 ，premium class 係食 kiwi 啊？有啦。premium class 誒，可能 seasonal fruits 你講達咯嚇，就 premium。long haul 達。哦，成日都講San Francisco 對嚟達。我有想到啦。你做成新加坡邊咧嚇冇達。係啦。所以我有想要做 many baby 做 long haul，啊唔係做 premium。做 long haul。特別好，哎呀，我個唔知我係紅個大隻，我俾佢出幾難人去嗬，咁我隻大隻比較啊。因為是 economy 嘅事嘛，你會咧少咯。較少咯，成日都人較
I mean，你講比較人較大隻的較下面咯，較坎坷。哎呀 ，business class 講得貴，我是想要坐 business class 嘅，maybe 想坐 business class business class 貴刀啊，4刀啊，依家錢。I think about it. Let's say Yeah, about it. business class 就要4,000啊，4,500哦，坐美國。差不多。貴哦。美國啊？貴啊。貴哦 ，business class。特別得咯，你係困 flat bed 嘛？特別然kalau講講頭晚你咪講係你 stewardess offer 你一個 extra tray 咯，你那是 premium class confirm 只kalau paying because it cost by cost 嘛。premium 有呢咩？哦 ，premium 是講 business class。Yeah。你是講 business class，不過我是講。你 starter 先，然後你 main course。冇記㗎啦，老閪。就冇法。我記㗎啦，我記㗎啦，老頭家。連都見拉大了啊人，連都見我 treadmill 嚟跌喂。Oh my god！你係咪寫啊？咪寫啦，笨蛋。你拉三隻拉三多啊？嗱，哎呦，試個膜，跟住個膜食狗嘅膜，溫柔嘅膜，狗嘅膜，拉三隻，拉三杯前幾隻咪就拖累。會驚啊！食 kiwi 那是有 kiwi，你問解講佢白好啊，係咪下皮？下皮咧，你很好啊，白，然後削一地。你講 premium 意思就是 business class 嘅 first class。我是講你 economy， 唔是 economy 係咪 premium economy 嗰種 game 係你得咯。premium useless 啦，偏類。而家啊，我今日偏類。今日做 business class 嘅學生冇必做 business class 啊。對，because it's not a full recline seat. I mean, as in like 180 flat bed. 我冇面得啦，哇！你話你借喎，特別我特別四超就話超級涼，係啊，佢當我。佢請車沙個隻 kiwi，你話是車貴個都不呢？Selamat Hari Raya Idul Fitri。喂，我想下，等人俾位佢做咩？我去四超。我佚佗立即燒下，有下經過啊，我就用伊個蠟，伊個 wax 嚟滴一滴。衝到你恐怖了。係咪呀？係啲嘢。對。不能嘅 sadistic。裝哇！哇！就是路。我佚佗立即啊！你是個佚佗垃圾，點你 wax。點迄個下，點。你是背過教醫啊？啊 ，because 你是。我是簡單節目醫。我是點八行面嘅。點面。點面。John 啊。喂。Baru almost 2點半啦嚇。我覺得那麼搖嘅我就當頭對嗰啲你特別來是第晚 session 得好，แล้ววัน lunch time แล้ว冇嘛 because 我出去嘛，我特晚食 dinner 出去禮拜啫。唔記得特晚我食到嘢，特晚就好似啊咁嘅。咁咪搞亂。俾佢activity 另外係咩？我是隻狗影。是咩？一隻人狗影嘅咩？俾佢等人俾佢隻人狗影啊！隻人狗影。係啦，你試過冇人狗影嘛？是哦。未開物件嘛？愛妹啊，做咩事啊？牛郎甲織女啊，愛經七月較見面嘅。牛郎係台灣嘅預告咯，係咩？伊人是7月7號啊嘛。唔是你牛郎。係咪牛郎係咩？係咪嗰時台灣呢叫吉古咯牛郎。
你知咩數？你坐電視有冇車啊？哦，特別哦，一個曉聽過牛郎喎。啊，你去台灣對人哋咪就最好聽啦。哦，哦，你有睇你看你之前講嗰時我就請見。你看到咩牛郎哦？冇啊，可能阿伯搭架車而家咧牛郎嘅拜年咯。Please call this number。你有看迄個汽車旅館啊？係咪嘅？台灣的汽車旅館啊，你滑車滑入去迄個 hotel 啊，伊有一個閘的哦，你去滑車去迄個 motel 啊，你冚了伊個門，你就會使做物件了。哦，冇去了。我睇俾佢哋台灣咩年啦？誒，我會使，或者啷就是啷捌去過台灣，啷個啷捌去過台灣咯？捌啊，有捌去。或者啷做隻台灣嘅 topic，我唔捌去過。嗯，可憐我。哎呦，你是講食物件，你去邊食個你別啊？我驚飛機就變內線，對內線。That's why 我去台灣對嚟講，阿魯就是咧，你講。我就是被山的啫咧。係咯，在台灣人嚟。你係咪到底台灣人咧？我係 fat 咯。你細島。哦。係咯。食 non-stop 嘅，我同你講，你咧食 non-stop 嘅。嗯。誒，等陣都真係葡萄，我俾講飛過。都真係葡萄。食過表，冇面有食，冇面食個食。過表冇面食個食。我有食笨蛋嘅呢。哦，我嗰啲嘛是想，扮那個蓮蓉啊，無像味道嘅一點。你切啊，差不多像。切呢嘛啊。我之前見看過餅，粒40幾塊。哇，幾咩啊？那邊？啊，唔知，誒，我都一盒嗬，一盒4粒100幾塊嘞。是啊，安尼看貴啊，一盒蓮蓉嘅嘛10幾塊20塊啊。你開始話表妹嘛，你出程嘅講咩等啊，咩俾佢10個時間俾啊，個 offer 嘛。哦，是啊。啊，對本咯。我係是啊，有俾料嘅時下，一對細機俾啊，你是10萬件。啊。對本咯，別搞你做病。我就超搞笑嘅書。今年馬來亞有打飛的鬼餅咯。啊，有，貴啊，貴哦。你是學到晒嗬？唔知。作個嘅哦。24年都，24年。我是啊。24年，我就看到嘛。就係嗰個嘅嗬。啊，然後介人講我愛係你阿娘，我買係你鬼餅食。啊！因為我都記得飛嘅時候，我媽當時我上我媽，我媽就係屬於愛。哦，鬼餅啊！你係第二件，你尖啦、酸啊。哦，是啊，是啊。你吃種鐵嘅啦。啊啊！我係愛產物。哦，水水嘅。嚇，水水。誒，當今咪真水啊，有格嘅啊，有 drawer 嘅啊。格伊個 compartment 啊，格，哦，你叫我解住啦。我係照 Q，Oh my god！แล้ว新加坡有咩新嘅成個鬼餅啊？有咩新嘅？特別樣只嘅 marketing 嘅物件。新加坡有咩新嘅？有 Star Wars， 有 Darth Vader 嘅。誒，我啲 Facebook 我看到人 post。Darth Vader 呀？I think 是唔知係咪 brand Maxim， 唔是 Maxim， 唔知係咪是貴 brand 別記啦。我看到人 post。แล้ว新加坡攏較濟去買鬼餅，直接到嚟買。買鬼餅啊！這咯，有較濟去 Chinatown 咯，有較關係嘅老招牌嘅，那是 normal 嘅人買迄個 brand 咯，本個數咯。哦，本個數咯是較common嘅嚇，較 commercialize 啦。common 嘅咯，伊是即 bakery 啦，但 bakery 有賣牛奶粿，有賣 cookies，然後呢咯，板蛋雞，粿lapis 然後咯。現在算是興大檔啊。大檔對，你調整這湖頂嗰啲。oversea。海外天。哦，海外天。
我聽過後一聽。我人是食富山的呢。富山。哦。富山是怡保啊？怡保的啊，怡保得咯。火山。怡保的。怡保點心嘅唔是？啊，是，怡保出粿餅的。哦，你對去怡保買還是伊到啲吉隆坡冇買？一路出誒，一個大會冇誒。伊啲 shopping complex 有啊誒。嗯。佢買係要實嘅。啊，我來也是八關嚇。啊。搞咯嘛！你講到而家無面見字啊！你講到係八卦。OK，嚟，大家講八卦。我唔咁樣。我不。貝龜有食八卦咩？貝龜有啊。一陣聽話嚟。佢真係有八卦，有八卦嘅啦。咁比我唔講八卦。個大布魯巴貝係我知道八卦是，伊是成個 bacon， 伊是寫，伊唔是。咁是假嘅吧？伊是一片一片嘅寫，你一隻把油，沒真香，佢沒真香，沒真香啊！啊，叮當老闆買好啊，是唔是老闆好啊？一地，細地，之類啊，你是這個老闆山嘅，哦，喺度做嘅，我這個了，你是檳榔嘅 style 啊，檳榔嘅 style，我嗰隻話啦嘢。我是講只，我冇插，我冇插伊票上面，特別我是講只係你成啱。冇 ，actually 後尾快好自來咯。你看你曉咩表咩啊？誒，八卦下有翼嘅牦牛嘅哦。牦牛。啊，翼 YAK 翼。cat cow 貓。唔是貓啦，毛啊毛啊，冇啦，蘑菇啦。係烤，哦蘑菇，蘑菇啊，蘑菇嘅八卦。啊，我睇你見好食吧，我唔敢食，因為一出味。即係人啊，會去八卦店啦，anything 啊，美珍香啊，還是我來嘢噶，還是蝦米哦，因為去買雞喎，拍是。Halal 嗎 ？Hello，但係點樣出來冇 halal 物件？冇可能伊 halal 嘅嘛？嗱，我表唔知喎，伊雞殼定係咩咧？看。誒，我來嘢票唔是一隻雞啊？是啦。我都唔得，actually，伊雞個 boxing glove。maybe 是出名嘅雞票誒八卦。係是去前買得俾學人食，一包就只10幾塊啊！我攏知道你趁買迄個食一片嘅八卦。八卦係點？唔知。八卦係點？阿張來我俾下都啊！嚇，唔係喎，歹勢，到底新加坡。9月3號啊，幾號咯？你檳榔應該是有嘅嘛？我食你培根嘅。我唔知檳榔嘅味真香有哦。anyway， 味檳榔我食過啦，我感覺檳榔嘅味真香冇新加坡味真香好食。特別新加坡味真香。有 difference。新加坡啲 Apple 就趁買嚇。啊 ，Apple 都買是 duty free 咯，你咪行 GST 咯，就7%。成日來買迄個本港 solo 嗰時，你啲 Apple 買，你咪行7%咯。哦，然後我係使到啲 ，because 我教新加坡聲嘛，我使去買啊，就對入邊嚟講。啊，已經出事啊！我成日都講啊，像你那是買八卦嗬，你問誒大搖大擺嘅的美珍香，哦，包掉成功，所以你買一下 just like 咁樣食噶啦，伊嚟八卦。等陣，隔身等陣，我就知。冇，我是講你買鐵白白。哦，你你 just 係啲你 hand carry 嘅時候咪得咯。係 somewhere。我 hand carry 只細呢，所以應該冇咩看出。阿咪我買嘢就伊浪伊嚟啦，我是個我俾一包啦，我是係嚟啦。特別有人看到誒，做咩屬於睇去？爸爸，我未使嘢啊！芭比啊，未使睇啊！你從講 BB 嘢嚟講。而家嚟自己嚟知啊！我就表學，一叫我咩插佢電話以後，一叫佢嘅8月貨。我拿啊！
啊，唔係講出嚟，佢講出嚟。一隻你tambah kacang 咯。tambah kacang。哎呀，我嘛是有朋友無，唔是咁樣看啊，安尼 strict 啦，我哋朋友嘛是。馬路不㗎啦，嘛是係人地姐啊，馬路。哎呦，伊人會人啊，是第一會曉啉嘅啊。講啊，係咪嘅？你做乜做啊咪？做馬打。唔係講咩？我講等 recording 咗嘅，教你講。OK，等我調變靚時間教我講。我嘛是有故事講。講咩吧？咩？這是topic 嘅。物件啦，上 topic，嗯。你使講對變靚時間講。OK。哎呀，你冇對變靚喎。FaceTime 啦。OK。呢個世界有 FaceTime 嘅咧。OK，等陣，我講到啲8個時做8個習慣是啷個食咩個？對唔我咪講冇成 flavor 個，定當啷講過。食菱角，你知係咪是菱角？我知菱嘅角。伊食牛角咧。食牛角咧。哦，迄個。唔是牛角，還是叫 Batman。對。還是叫 Batman。Batman 對。冇知啊。誒，那個我個半絲嗯，我食鹿油。哦，有啊。pomelo。唔是只咩？有啊，俾佢食滿啊，俾佢有擺滿啊。啊，而家有擺啊。我講白色餅，伊迄呢只啲嘅。碰餅啊，唔是。白色餅。我白講啊。拜鬼鳥，拜鬼鳥，係啊。鬼鳥拜咩？你唔是拜鬼習慣，唔是拜鬼鳥？鬼鳥有拜咩？跟住又拜吹講嘢。拜你吹講。阿仔 ，what？ 拜鬼習慣，你要食咩啊 ，boy？ 包。No, good boy. OK， 來俾個習慣。但是你是 Daddy， 你會紅是蝦米 ？Daddy Bruce and Daddy John. Oh my gosh, you stinky. What? No. 你邊有雜嘢嚇？有啊有。咩都冇雜嘢。有雜嘢。咩唔是雜嘢？你是家長哦？冇事㗎，特別 tolerate 啦。哦，夾水唔是？伊無有咧驚無驚。特別伊無事㗎啦，但伊 tolerate 啦，我掠掉嘢夾水長洗全部，有時個嘢是黐卡呢，彈。應該嗰時我就發了啊！嚇！我嗰隻，他就可能貓山王咯。榴蓮即係嗰邊嚇。啊，有隻個係咪？揸公嚟啊！揸公。Hello，好不？哦，揸公。我點見面嘅時候，你大部應做嗰邊啊？能嘅。有做，爸爸無大無用，做淡薄來食。我做家己食啦。啊！哎呦，我嗰個小調啊，就講個小調頂到啦，你叫我先食鬼無夠。我知啊，你甲我講嘛，特別後頭我無鬼做嘛，我無點寫做。唔要緊，是講嘅安怎樣從講起哦。唔知呢，我係 sister 本無夠。哦呀。喏係。邊個食嘢咧？我 sister 本無夠，伊本叫醬。你 sister 到咯？大啲 Florida。哦，that means 是 USA 政府較嚴啊 ，maybe。唔知呢？特別我講是，我講是係咪嚟喎 ？souvenir 嚟喎。哦，別怪 ，edible souvenir 嘛嗬。係啦 ，souvenir 啦。edible souvenir。你寫食嘅物件嘛別貴。你寫啊 ，mooncake，啊不 ，Chinese New Year， eat， 哎 ，boy。係啊，我先學你，我咪是寫，我係。哦，那先對教頭知道。我係咩啊？我係 souvenir 本來是有，對。我未記啊，特別一隻來了，還是佢還是這個了。
我會記講我係差不多像安尼物件了啦，我係。我咪講8個月時，咱有做下面大日子，到底等人8個月時。到底大陸，到底這邊下面都冇做啦，第四8個月我都唔知。9個月是8個月咯，今年。是啦，我知，特別你知哦，我同你講我唔知第四，日子這邊度我冇，佢哋等人 calendar 嘛，對哦。所以我看到人買滿機แล้ว我做安尼。你就係講差唔多。差唔多，特別第四我唔知。แล้ว我古早有煮嚟食啦，當今我冇做了 ，because 因為冇資本。哦，你自己冇做啊？哎呀，笨蛋咯！冇，你冇這人老做㗎，會去冇。我若是在下面節咗，冇得啲啦看啦9月嗬。9月15號。9月15號。我到啲 Oxford， 我到啲 Cheltenham 冇，我到啲 Cheltenham， 我冇得啲我諗住去食一餐啦。我到啲Penang。我知啦。搞啦，搞了。冇得啲15號 ，because 我15號。我都未 because 我係 goddaughter 本去 Italy 所以我要叫伊過來食，本冇叫伊，所以 probably 看啦，到啲 hotel 會食一個 meal 安尼咯。特別冇 atmosphere 嘅嗬。嗱，我先講到啲 Malaysia 是8個月時啊，咱咪是8個15是最 popular 咯，8個15時。แล้วก็我講嘅是我要再看當今 Malaysia 是新加坡有啥物新嘅 special flavor 像 last year， 咱講到有 chocolate 嘅啦，有冇生傾嘅啊，แล้วก็當佢係咪去新嘅咩啊？有係咪新嘅 flavor？ 當今Cempedak。Cempedak。冇啦，我講嘅啦，唔知你講。邊會啊？唔知邊會啊？有啊。邊會啊？有 cheesecake 啊 cheesecake 啊，你講我哋有，我叫佢每個人啦，你個 suka 係 traditional mooncake， or 你 suka 係古怪哈，搞 good question。你 traditional 也比較食啦，這點。咩叫？你 traditional 也比較食。哎呀，零用，真零用啊！買錢，冇咩就錢，冇咩就錢 ，OK。細類嘅朋友。Actually 那是 shut up， 一隻派。我唔再看住你啊 ！5 kernel and roast pork mooncake。我剪尋 roast pork。哦，即有 pork 嘅嘛嗬？平時我剪咪是有白油。咁咪係白油做唔是？我當見嘅，那是零用嘅，伊是下撈，伊是正。有白油了誒。有白油。我是個白油。白油咪做咗隻8幾粒我講。Actually 食 mooncake 別使食錢嘅咋？你知係咩事？係咩事？你食 mooncake， 你要食伊個 mooncake 嗬？你食你錢啊？especially 係你錢啊！有個人食4粒錢啊，咪幾粒錢啊？真係講嘅人冇包行嘅啊 ！because 你會鹹啊，學伊你牙啦嚇，你牙學伊，你牙學伊，加了用錢掟出來。冇，但係你食咪你不要去買，你不要買4粒嘅咁啱你食嘅嘢。但是你咪是不係講，我買4粒錢 on the side 啊？有買咩？冇。4粒錢有買？你係講4粒錢買包嘅，買包都係啦。安尼講一句，你去買4粒咁啱你，然後你攞嘢錢起來好了，然後你個食，你買4粒7粒嘅 mooncake 啊，有加料嘅物件裏邊了啊，你食了你加你錢啊。7粒錢 OK 啦，7粒錢就啲中你成啊，
你质量 OK，质量 still OK。because 你成個鬼鳥你看嘛，掛起來是。tapi nasi hale 4粒錢6粒錢安尼款的哈，我感覺伊人真係silly咯。你想起講，你要連用嘅，還是要豆沙，還是要內錢呢？伊是 separate 嘅6粒嘅，你干那內錢喺兩邊。對啦，內錢別包啦。哎呦，我是個隻內錢麼咯？我想到咧。suka cek tapi lah like saya like 咩另外係lingua hair 嘛我kami suruh bagi pay lang lu cakap dong kim mungkin je贵哦係咯時我同我講嘅是邊度啊20杯20塊一兩佢同你講你你貴邊面嘅左右啊你留扣喎我冇讀咩啊佢做咩講時候亂啊冇，伊冇看過呢啲款物件。哦，做咩物件？我覺得嘢講，尋晚都冇買咩物件。哦，尋晚都冇有，你仔講係你邊咧學嘅落雨唔是，你就俾物件點嚟啊？我同我食飽㗎嘛。我都除了一個係你，我以前係你托豆嘅嚇。伊冇上嘅豆嘅，冇上嘅，像 almond 啊，有果子啊，或者嗰啲物件。來來試試香。阿漢是個食古古怪怪，是個食 traditional。traditional 誒。你是點樣講係咩啊？嚇，笨蛋啊！我笨蛋係連用啊，求其啊，我都是個食咯。As long as it is traditional 誒，我買內錢嘅。哦。我係你落得蝕嚟，落得蝕是連用啊，然後佢講冇騙路，有啲時候啲啦，咪屬於滿記，有啊，from Starbucks，係啊，你是啥咩咩 copy B 呢？可能，實啲啦，咪屬於咯，你咪什麼時候 copy B？你意思係咩？款 jelly 嘅 jelly skin 嘅。哦 ，I see。啊，攞是個隻冰皮哦。愛快嘢了。細漢你是 suka， 大漢了冇 suka。哦。冇，誒，做啲 suka 只在下面啊。係咪？係 jelly 做嘅。哦。jelly 做好食咩？知啊，你本身下面人做嘅，有兩味子啊。jelly 做我不食過。一個就做係阿家誒。少係咯，阿家啦。特別伊 still 入面有成個有紅豆沙，係咪你講咧？冇。我係是外口是 jelly， 特別南邊有豆沙咋。我貴你 jelly 嘅。迄個嘛蘇格。我哋用係 dragon fruit 做嘅啊。哎喲，迄個真爽啊！係咪我冇食過？我 dragon fruit 咧一掛一cube 到啲裏面呀。冇，一樣看。這個落地邊的地落地邊。You didn't manage to put him in the cage either. No, it's in the other room. 嗱咗，等我看啊。哦，dragon fruit。誒，裏面是只 fruit 嚟啦。假貴嚟咯。你在一叮到時，梗好笑啦，等佢上去。哇，水啊，你壞。Love it。一句 echo 是做人會來嚇。冇可能是話。我唔是我係點 ？Because 我用 headphone 啊。冇，hello。是 somebody 就是I think。係啊。嚇？我自己聽到自己聲咯。嚇，你聽到啲攞刀肯呀？maybe 是你嘅。特別我講你點解不講嘢？吹得不夠聲咩 ？maybe 是 feed 嘅。我不講嘢別叫我講嘢啊，落毛啊！冇嚇掉冇，嗱再直定到好啊！你猜嘢呢啊？這是係。Cage with him, but I put him in. 開心啊！係爽啊！
係上面 auntie 啊，上面哥，就是 auntie somebody 做的，你係一隻細漢個啦，係死嘅出邊。I think 唔知吧，你家咩15歲、14歲嚇呢？你有同我講我俾佢意見，你有伊講嚇我到啲意見，你有對我到啲係咧，喺邊個景點咪就咩啊？Let's go 啊 ，something 誒個考邊。你係找嚟學我嗰邊嘅出邊，我叫你多係啊嘛。下面做咩啊？嚇！我啲歌。你是酸的名稱。誒，你係當冇咁人多，你佢講呢？我家己是人呀。了 ，OK， 當佢咧使 transition 咧，講嗰邊啊，講佢哋是。講誒冰皮是無相啊，冰皮嘅啲菜人哋無相，冰皮是一些滴滴嘅。啊，冰皮是女女嘅。嚇，女女滴滴，我是佢隻冰皮。食莫子，肯定莫子。嚇，食得莫子嘅 skin 掉，你莫子包嘅 skin 掉。我是佢隻莫子嘅本啊。你老師嗰隻叫椒桂餅哦。條椒桂餅是唔是上海桂餅啊？無相啊。上海嗰邊係椒桂餅。上海是成個是迄個豆沙餅，然後一鋪。迄個。嚇，你我是個隻本，一梳梳呢，成個豆沙餅，然後鋪啊。我係買第一暑假食嗰款。哦，有一年是咯，我是甲南西甲生甲，甲是正樓，甲無毛白，我去食桂餅。有一年是到啲不中嘅。哈時阿漢個未聽嘅哈時。阿妹個。哦。冇咗對方出來啊！嚇，安娜，笑咯，我冇對條路過。安娜，last time 對現在都冇對的話。做咩事啊？哦，冇，我去 travel 嘛。哦，都出國係。我去中國啊，嗰邊。OK， 背過是啱，到時不是我俾妹即係落地邊，你是個只按照看嚟佢邊，你唔試，你是個只你冇曬，你是個只隻咧，個面Milo唔是個巧克力啦，個面 TikTok 嘅，還是你是個只 traditional？ 我尋，I don't mind trying 啦，我 OK。你若是講你驚啊，你使食一種啦，你是俾隨人 drive 味曬嚟食。我會食冰皮。哦，是個食冰皮入面包面。做啦，我看咯，看要下面咯，但我買反正因那時如果我經一行，我會使我經 maybe 內邊是 normal 蓮蓉嗰上面咯。特別冰皮嘅。冰皮嚇。冰皮蓮蓉。你講你食嘅做阿人嚇？我是漢堡包，流汗的汗。你都對別人問解？好，我食夠老看，我甲我小弟咯，不是漢堡包。哦，漢堡包咪就係咩？流汗漢堡包。哦。แล้ว，OK， 你是冰皮。哇！想啊 ，I think 啊，我唔知啊，當今我上久無食，我下面物件我冇愛啊，當今。特別 OK， 但是我想我驚 I think 我 number one 應該是蚵仔有 hidden fats，OK？ 喲，我哋甜咧，巴油哋好料嘅。你若是食 vegetarian 咧，就較巴咯。你若是食 normal 嘅較油較香哦。唔係，我要食 vegetarian。vegetarian 你較好食較香。誒，你潮咧大聲，你冇講你紅青啊？
我啲未考。哦。就是頭晚我得個你講，頭晚特別是我去廿三去寫，然後頭晚我碰見就我去吊衫。哦，有那寫衫啊講，你去拍衫拍起來呀？去拍拍嚇。แล้ว我是嗰隻我前第二項我就是嗰隻練用嘅，แล้ว第三倒沙是 low on my list 啊，我唔是嗰隻倒沙。OK 啦。豆沙我 OK，I don't mind。特別我較喜歡食蓮蓉過豆沙。我suka 紅豆嘅豆沙，我唔 suka 豆沙邊嘅豆沙。哦，有豆沙邊嘅豆沙咩？唔知哦。我豆沙豆沙啦。我豆沙就是。剛嘅豆沙啦。豆沙佢就是我豆沙咩？人講嘅成個係你包嘅。我豆沙果子月餅啦是我豆沙果子哦。我suka 食果子，我suka 食蓮蓉啦，沒有果子本嘅。當在以後講我前入面係咩物件？土豆。有土豆嘅咩？我同我聽 translation 是 nuts 啊。nuts 是 peanut 是土豆。呢度表示你胖胖嘅物件，即係金培。係 dried persimmon 啊，還是金培啊？我唔知啊，我未曉。咱未加講看知啊，唔知對哪是。加講，咱嘅你我前入面曉，有是係咩物件？我前裏邊啊嘛是係個行款嘅 nuts 咯，了。個行款係咩啊？有果子，有almond，有係你叫咩啊？係你walnut。แล้วก็係你叫做 I don't 冧剪 I don't know what you call that 冧剪。冧剪係咩？冧嘅剪咯。果子almond walnut 冧剪，แล้วก็有一個嗰次行款嚟係你上架一等人嘅almond啊你。興剪。成剪嚟啦嚇，安尼款嘅會剪啊，五行款嘅剪咯。然後有係你係你腳嘅白咯，然後加有。一腳嘅白係做咩？火腿火腿嚇，然後加有叫咩冬瓜條冬瓜條，然後個有一個唔是金培叫咩啊？係你叫係咩啊？唔是係你等住我想。persimmon 就係係媽媽記啊。細餅嚇，仔你白白啊。細餅執起來啊！叫細餅。第一沉沉。我唔知有細餅喎。แล้ว有嘅人暑假嘅就係淡薄臘腸咯，到尾有嘅人唔係啦。依個白是安怎嘅白？係咪白？火腿咯，唔知咩火腿？火腿是 ham 啊。ham 啊，對，櫻花 ham。fire meat。因為係 ham 嘅，我唔知喎。伊是迄個長人誒，伊是規支拄誒骹落看到誒。It's dry，伊是 dry 誒拄骹。แล้ว伊白油咧，有少白油嘅啊？伊誒白油是來 from the ham 嘅咯，加迄個臘腸嘅有油嘅咯。都有 fats 嘛。當今啊，咱去食平時咧，同埋咱講嘅大利比啊，唔是我來呀，咧。海外天，海外天啊，可能會買嘅嚇。伊個蚵錢啊，伊個八戒別八戒，伊內面有蝦膠料。蝦膠料，搞食料，搞食料啊，蝦膠喎。我明白。我買過係你 Baker's Cottage OK 啊？得女 ？Baker's Cottage。Baker's Cottage 係出名哦，舊年嘅伊是 Mickey Mouse 哦。舊年我買了，較早前幾年我買啦。Baker's Cottage，當然啦，就是邊兩個去成個啷個會相信嘅八戒月餅是到嚟買？冇咯。係咪票啊？
大東，我第一看係大東啊，overseas 啊，哦，大Baker's Cottage 啊，Maxim 啊，哦 Maximo 啊 Maxim，喲，我嘅想食你 cake 啊，你 cream，我講到 Maxim。我咪對問你先，我就想到你 cream 特別我背，個背個鏡背啊，就好啊 boy。John focus。我教你老人只去咯，咱免鏡背，咱無限，咱無限。哦，卡薩漢啊，係咪加沙咩？卡薩漢啊，卡沙那是伊嘅票啊？票。你是上個日本那邊呢？去高沙。Starbucks 咯。高沙係哪 ？Usually 是無下樓你去高沙係哪？都叫換那食鬼餅了嘅啦。哦，下樓你個邊嗬？誒有啊，我聽到睇到。Actually 換，但是講唔是係你我煮啊，是下樓你嘛，鬼餅就鬼餅咯。呢個泡冇賣咩？冇擺嘛？啊，鬼餅我哋算是冇擺嘅，是下樓你嘛。特別你特別換油啦，有陣時做伊個鹹嘅事。當見都把要真貴啊，伊人用 palm oil 嘅。哦，加殯儀。切落來冇起嘛。有咩冇啊？你做你學豆沙是唔是係白油呀？冇啦，冇起。冇了咯。頂頭是有哦，頂頭係講做學豆沙有係白油嘅啊。有咩？定啦，咪攞去咁所謂。John 白油未燒嘅都真係有，都做咩嘅用白油啊？特別係食啊！超級，你問一樣咁。當見未啊？當見未掂。當見嘛，not 過節 before 都燒咗了。嚇對。我知道對我就通食。係咯。哦，學得冇味。E&O。Eastin 啊 ，Eastin 就得啦。嚇。Dragon Eye。哦，係我捌聽過 Dragon Eye。Dragon Eye 是上個係你去食你香港嘅物件嗬。啊 ，Canton Eye 咧 ，Canton Eye 是 Dragon Eye。上公司嘅。但是而家好似啊 ，Dragon Eye 還是 Canton Eye 嗰隻？但是因為特別冇上嘅，但係食面嘅字。哦。然後 Dragon Eye 咧，食菜，什麼煮茶嚟嘅？上個係你酸身嘅咧嚇，酸。畫面咯。畫咗未？不要講。咁就不要講，一等人名是吧？等人都不要講，我再咁講咧。你每一點，阿妹每一個，即秋晴。每嘅。秋晴。對。我不如這條未掉。哎呀，咩啊？哦，係咪講 A 字啊？咩？Star Wars。有 Q。百幾塊嗰陣時啊，106啊。哦，伊 license 嘅之類咧，伊啊Oh my god！ 我愛。後悔。誒，樣做，安這樣該做咧鬼餅，做咧啊，咧 BB，你叫咩啊 ？BB。BB8 了，鬼餅伊。BB8 鬼餅，啊，等一問。酸身叫咩？誒，你幾號走啊？即部落TV 你幾號走啊？走得啦。對新加坡。哦，我歷史走啊，4號。哈？我31號對，唔係你教我對。哦呀，我masih belum記得lu啊，karena house kau sih記得lu because aku KL 1號。啊對。我1號教。3號我對。3號我對，4號對啊。我想我不記得係知啊個啦。未啊，未轉你18度啊，不未轉。呀，不要緊，這邊轉嚟呀。每條喂，我每啊。係講咩？講咩？
伊講咩？聽了，我未聽到講過咋？廖定軒啊，廖定軒，哦，廖定原軒啊，來plaza樓頂部有時我有看到廖定，cinema 軒我們，few places 有，頂到是宣生，變做廖定軒遐哈。哦，廖定嗰個定下嗰個香嘅攞啊定啊。頂啊，哦，六嗲水啊。你問嘅話，如果在迄個鳥車間那裡叫兩塊，送鳥乾，送鳥乾，送鳥。我到底邊咧學見咧 live show 嘅時送鳥乾啊，送鳥間後面嚟，送鳥乾是亂讀嘅啦，送鳥乾是嗰啲頂茶領茶店。我唔知，我唔知伊只名，我唔知。送鳥還沒選本呢，唔知好，還沒選，還沒選啊！有邊哦哦，一間就是選嚟嚇。哦，一隻車一隻間是選嘛，間是選嘛啊。哦，哎，送鳥間咯，送鳥這乾是送賀軒，送賀軒，啊，送鳥間。這是阿咪直接講嘅，是 because Bernard 就有對處嚇，Bernard 啊，你講埋名出來咯。哎呀，是啊，Bernard 就有對處。我一名丟擊，我丟擊是 Australia，叔叔嗰時丟擊。是咩？冇伊名咩我叫佢隻名嘛。因為一個名嘛，一去大頂講話是有一個名，我未記名咩嘢。哎呀，我未記。講話有咩？有一 last year 希望做 show 時去大頂講幾個數嘛。你有一個名我未記名咩嘢。哦，咱唔我唔知係咩名。我未記名咩。下面啊。等我看下啊。冇看到你面呢。點解嘛？Don't worry, be sexy 呢。我 share screen 咗喎。啊，當然看到。哇，所以我在食 pumpkin 呢啊。可以拖誒。You are screen sharing 車嘢，當然冇嘢。哇！咁啊車嘅喎。啊，畫面好。八月啦，8月啊，唔係我講舊，我俾講舊已經得淡薄。哦，8月，哇！next week 就隻舊已經。嚇，next week 是8月嚇。我啦，我表請真出過嘛。8咯，我當佢對處攞豬咯。我家己等人啦，不是你要等攞豬。浪就舊一隻舊影哦，落啲邊。我是有9月10幾號。9月10阿媽啊，9月10幾那邊是。我係嗰陣是啊，嗰陣我舊年是我翁嘅 best man 嚟。哦。啊。當你8月就是講8月就是隻月餅個隻舊影了咯，行。嚇，對。8月隻舊影啊，隻月餅，隻舊影嚇。我真係驚食舊嘅，喲！我真係驚食到嘅。我係好似喎喲。但我都去食到對嚟啊！暑假真係好似啊！我冇講真係我係好似喺外面。呀！我是係 base of 好似，我冇試過係喺你只係好似，我冇試過，我係 base 嘅。哦，你成日攞呢？你嚇，你做係錯，叫佢坐落去就食得。哦，你咪是豬角咧，係錯咪是上嘅咯。當一隻絕彎喺你啦，12隻啦，8個 call。5 call 呢？8個，5個 call。8個都真係正好似啊！正啊！正啦，即係正好似唔是即啊，唔是條 band 嘅咩？定來收少味啦，學得冇你，學得冇好似喺度。啊，學得冇玩就好似啊。好難呢，冇即啊！
我suka 食胡翅吧，我无記啦，伊是雞啊伊是雞，我 suka 食雞，不要記，我食伊個湯。啊，個是個最正常啊。你去香港啊？伊拉有迄個碗仔翅。Tapi it's not a real shark fin。啊？我唔識食胡翅。因為啊那翅好冇好食啊，係rubber 攞嚟感覺啊嘛。啊，伊成嗰啲羹嘅咧，羹嘅湯嘅。就是講去香港哦，香港食濟嘛，嘅路邊。有碗仔翅啊。哦。7-11不有嘅，你使係叮 microwave 就嚟食。哦。哇哦！我是個食，我是個食，成個人講咧，我唔試過係你試嘅香蕉啊，試嘅菜香蕉呀，青香蕉，青香蕉嚇，有啲係菜咧是，你配青我食㗎 hot and sour soup，hot and sour soup 我食㗎酸辣湯。哦，酸辣湯。做得快做咩咗？做咩？哦，依家卡塔魯。白喺邊，聽袂到啦。塔呢邊。哇！你看起來成個你就 flexible 呢咯。看起來成個你卡的。隻狗誒，啷隻狗影啊？你第一件隻係咪菜？你講隻狗影呀？韓國那邊啊？哦，對。鬼片紅公鴨片對，紅公鴨片入面有椰啊。瓜，我睇佢真係俾紅公那邊係食 basket 咧。啦，誒杜蘭。杜驚。啊。三豬籠。對，杜驚。你話有隻啊？係咯，有隻。有咧入面誒，頂當時我講嘅是人講唔知是入面鵝糖嘅，爆鵝糖嘅。啊！那成個時間我一人知，我就是我未必我唔想唔對別行面，你冇人知。係咪你咪冚掉嘛 fault 未聽到？無，迄款迄個杜囝，毋是做粿餅嘅皮嘅，咩迄 extra 嘅皮來嘛，毋是咩？是上個粿餅嘅料。啊，對。你配茶就好啉，配茶就好食。做 yoga 這點。你看 flexible 咯。你看 flexible 咯。你 camera 實較夾冇，我較看到你卡 camera 實較夾冇嚇。Oh my god！ 超嘢嘅做嚟 yoga。我壓都壓未掉 yoga。แล้วแต่โอเค先只多嚇，好唔人只多啊行政啊，當然包紅包包佢哋啊。很多你講者啦，我冇去食，我食過冇食啊，係冇人所以唔嚟包到濟。嚇，安怎啊？Apparently standard 嘅 restaurant 啦嚇，呢款 seafood restaurant 咧，一個人100塊。哇！哇！呢邊。那是水嘅 hotel 啦嚇，成家啲 KL 啊 Majestic Hotel 聽過冇一點？嚇200塊一個人，130啦，免200啦，100個 ，around 130-150啊，你看。哦。那阿妹點講啊？一個到1000塊呢，一人100啊。哦，是咯。哦。佢淨係人是go online。去 online check 伊 package 佢哋。哦。You agak from there。哦，原來。但無你 before 你接去迄個 restaurant 嘅時啊，伊有真正 brochure 嘅嘛。你識嘢嚟看。你白狂啊！我朋友一個小肚魚咯。小肚啊咩？哦，個小肚啊。小肚驚。重點嘅人交錢真高嘅，伊人有一個 counter 互你收紅包嘅，大波一邊，小波一邊嘅。哦。我係做。哦，你做收紅包。
你就俾寫落名起來吼。愛寫名啊是你家己寫咧，寫名寫咧。你家己寫。你來學當地落包寫你名對。伊叫你寫誒，你紅包。哦。我看嗰時有嘅是打 sticker 咧。哦。咁你家己寄，你家己 sticker 去啊？唔是 ，let's say 要只隻 ，let's say 一條 sticker。嚇。แล้วอีหลังอี just follow อีนอเลยอีเสีย1號นอเลย2號นอเลย3號นอเลย4號นอเลยแกใช้當然 join 來下你是 table 3哦แล้ว看อีตัด哦 seat 是地嚟哦你是第13嘛你是 table 3 seat number 係咪啊哦不 it just random 嘅就 random 嘅 it just 要นอ sticker let's say 你來下最多要兩個13號、12號，你是13號，一係啲你 name 你是13號 ，John 你變咗13，然後你紅包13。哦，就咁樣。所以那邊寫咁講嘛，唔知你係咪 spelling 你咪都寫。特別你 sticker 是攞嚟，上 number 咯。So tag to your number and the name list 啊。你特別有 name list 啦。你做咩咩？然後你先嘛，你當見有 sitting 嘅嘛？哦 ，sitting assignment。佢真係 first come basis 嘛？那我別曉，頂到成日很精彩啦，都因為你當見下面兩無好啦，下面兩好傾啦。哦，我睇擺咗啫喎。哦。如果愛擺啊？哎呦，死我被記報告，我被記報告，我 suppose 被報告，佢早佢隨時。講本來學嘅你只錢嘅時候，本來學嘅只錢300只多時候，然後要穿300嘅衫來，買穿300嘅衫，穿本來學嘅 T-shirt 唔會使，但是買穿本來學嘅 T-shirt 穿青菜係咪貴唔會使？是講 encourage 你穿300。你唔是係啲 Facebook 有咩？係啦，是講即係默默講冇咩個人唔會啲啲。是講冇呢個兩面穿衫頭貴貴。嚇，你得彈呢？點解冇人嘅？得彈呢？你使去，你到底係買嘛？係俾你使，我都一隻到底嘅打了。白超驚嚟，使啊白超驚。白超驚，拖實。哦，有一日我人去食豆食高因豆啊，我媽。我甲我小弟就是不記落海自拜㗎啦，佢了死我海最多。記落海自拜唔㗎啦。哦，明明就喺我行路都冇嘅。最多。佢講喺我行路咪入都冇嘅。接住有啊，等我啊。哦。係咩事啫？我咪出過都好啲本你有時候都聽了哦。聽到未？較濟啦 ，rumor 是較濟是9月咯，9月後尾一個禮拜，唔是後尾一個禮拜，20佢都我到底邊兩個時間先咧？你去訂了嗎？你啱到啲？冇啊，出了啊 ，announce 是9月頭就出了 ，announce 啊。你是訂嗎？當然冇。伊人講無迄款隻啊。Hello。嚇！你講係咪？哦 ，OK back to topic。哈哈哈。忙笑啊你！喂，無有一擺我的小弟啊，伊啲水紅包類嘛，啲水啊開哦，伊一條50塊落來爾，伊都搖啊，你講做咩事安尼款爾？係咪笑？冇夠遐50塊是？是啦，無夠啦，50塊爾嘛。了，迄老公袂使落人講話。哦。無了啊，搖啊！意思咧，嗬，咧倒出來無啊，我就呢。哦。即係講到隻車是 family dinner 是嗰隻 parents 坐嘅嘛，所以我唔知限制我啫。哈，當今啊家假如係 parents 是啦，伊嘛是叫人100塊咯。係你唔說出嚟嘛？哦。所以裡面我若是要去食車，我就包嘅，拍啲100塊看600塊。看伊地方啦，你是在你硬角啱咪頭頂排隊，你個朋友嘛？是咯。你個就拖狗啦，係嘅事。
Yes。車撞破嗰陣。車撞破嚇。跟住orange juice 啊，芬達啊。芬達係好聊，殺死。芬達就好聊了喎。芬達 orange 嘅沙士差冇，好啉冇。一個 Shandy。我啉過迄個 imitation 芬達 imitation Coke 嘅，唔是芬達係 Coke 嚟擺嘅哦。哦，是叫做咩？芬達。唔知啊，較慘。翻都，翻都嘅表。韓都。翻都。我嗰陣去食請號，我是學銀包號，迄銀包你是沉水落去，我貴啊。水落去咩？我酒有所但啉個九本都夠對處。我學咗這所啉咗這，我講我有水。我個冇啉酒啊，冇得咯。我首去過啉就是啲 beer 啊 beer 一個位就係夾落邊多啲頭開。啊對，你家有啉麼咯？邊阿涵啊？阿涵未醉啊涵。我未醉過。阿涵 steady 啊涵。冇啦，我 before 我醉，我 allergy 就來了，按怎醉？你 allergy 做咩？你 allergy 做酒啊？我係黑超啊，我係流鼻水，我流鼻水啊，蝦米啊？哦。就按照你講。我真細呢是嘛？我就是後邊醉就是按款咯。你舊影學樣前一學，一個係你 decoration 係咪唔見貴喎？貴哦！我第一間去做係 balloon 嘅嚇，我未啊，了係累啊。呢間做係攞隻人企到係你 main entrance 攞隻人用 balloon 做啊，一個淡薄 balloon 在那邊 hall 那邊啊，2千幾3千。安尼款呢？哎呦，人迄款活動不是，人一刀一卡路啦。係啦，就成日看咯。好得嘛！你差咪鄧人啊，幾歲你就係你卡鄧人特嘅，鄧人卡鄧人，好睇啊，成理好做啊。愛邊都有。啊，我講就愛邊都有。特別咪是上，我是愛人愛考慮卡，你個攤卡。我係表哥啊，伊明年愛教因下，伊嘅 estimated budget 80,000咯，就係咯。喲，特別即是啦，紅包個攤攤就對啦。無是紅包你個對。曱甴係你佢度嚇，邊咧地大嘅點講？地大樣係500幾千，一名。喲 ，my god！ 你就一嚿嘢得咯，係後雕做間嘢啊。哦，嚇，到底喺邊啊？哦，樓頂啊。嚇，貴你嗬。哦。500幾千，你樣個就係你 live streaming 就係，有時嘅落邊時火車是要直大大嘅 screen 咧。樣 live streaming 就係大大嘅 screen 嚟嘅落。哦，好嘅人啊，即係這飛機這 business 這你 first class 嘅人啊，冇上玩嚟看啊。800幾千呢個？韓。對，主要，冇聽到聲個表情。係你冇嘅啦。睇到？做咩事？我講係你冇嘅嘛嚇。啊，真係講。在。你下俾住咩？佢100幾200幾。哎呦，我愛。我去日啊，我去 Australia 啊，我係以前我去香港嚟照掉嘅。嚇！你照掉做咩？練招啦，啲朋友啊，朋友。哦。我啲翻譯嘛。你嚟除咗念啊你？呀，來啦！你他變 super club 沒有？
誒，差物件唔你先玩去嘛，就係去喺回帶去看。有是啲有一間有，我帶你去哈。但是我未接過，我唔知伊查某水喎。啦，先猜。去看，查某就奇怪，家咧阿伯又唔係看。有誒，妹妹。看大波嘅嘛，是唔是都？都好掉碗。你看下未笑？我當佢又未使看大波嘅嘛，是唔是？掉咯，就係去個查某咯。哦，對咯，都是去看查某。即係common嘅，安怎我聽到一個，即係common嘅查某去看查某。是啦。你不要去，喺你London baru有一個 nudist restaurant 喺 rooftop 嘅。Ya nudist restaurant tapi nudist未pakai. Nudist rooftop 嘅。做咩事唔pakai？ Nudist 即係咧 nudist 啊，冇咩好講。你看下嘛，就成目笑嘛，就講。你講阿 John，你講緊 nudist 未pakai，我講你講啊，Cina ni sing ya。我 friend 一起嘅 nudist camp 啊，แล้ว一穿衫就去都滯咯。了。tapi 唔是一看人看伊。穿衫數。好啦，對 reverse 啊。我斜嘢上來都有40年30年個。阿咗你去邊度喎？Hear me， strip club 啊？唔係。你去嗰邊冇用啦，冇興趣。你是講看查某特特啊？就我唔係去過嚇，但係我唔係去，特別我打波我唔係去過。你對頭前清我冇關啊。I mean OK 啦，是看笑那噔到三看 bot 呢。哇！那真背過講緊去 nudist club，不是這個 stripper club。特別我這 episode 我寫掉未講過，就是叫咩啊？叫啊嚇，那冇講。你講咩？叫狗係，是有狗喲。狗上面狗，乜叫狗嘅？乜叫狗嘅？有冇唔是鴨咩？狗去做邊人卡吹喎？係做邊人卡吹？狗做邊人嘅嘛？係咯，屌啦！你把狗做邊個啊？冇。哎呦，我學狗對過啊，跳狗啊！我睇狗啊，狗是下面叫狗好像是下你嘅鴨，特別 SM 嘅 type 嘅。哦，是啊。我是做邊路嘛？哦，你人講話。我冇人講嘅，嗱，有啊，叫雞叫鴨叫狗，我寫起來啊。哦。我未記啥名啦，諗乜講過？叫狗。哦 ，I know。叫雞是 straight 嘅打波叫雞查某。啊，是啊。是 straight 嘅查某叫打波。And then 狗是雞打波叫打波。哦。I think 我唔知冇咩嘢。查某叫查某面女嘅面去叫。係你查某叫灰雞。查某面去叫啊！家己係你下面叫灰雞啊！叫灰雞。唔知我未記啊，唔知對唔對我人講人問過話。對嘛，灰雞個水嘛，也唔會起來同個 friend 啊咩嘛，咪是叫必角。必角叫面學嘅喎。必角啊！我未曉啊。未曉乜都未學點嚟啊。必角。他們也去過。你知我下話落地邊你知哪講啊？必角。我唔知啊。特別人只少看到人真無必角嘅事，所以講嚇。人成日講金鳳雞啊，肯有人講啦，你講金鳳雞。誒，我是個食面啊，對佢會食雞背。雞背。雞背。
雞飯，龜飯，龟飯，龜龟飯，飯，龟飯。你有煮啊大餅？未未煮，我當今啲煮 Western food 呀，當人家不要煮個，哦，慢慢學。你當煮係咪 Western food？哇，roast chicken 哇pasta 啦，然後你當有攤煮咩？ no，我有 share kitchen 嘛，哦，แล้วข้าจะ別人有煮，本來是ข้าจะรู้煮呢。別人不能煮啊，哎喲，早會啊，我人會生肚啊，佢無冷啊，驚死我啊，哦，咪叫歹去驚。哦，當今冷了，你冷天嘛唔是啊，當然。是啊，冷天啊，幾多個係啊？生肚無冷啊，幾多個係？可以人煮物件，煮甲小白啊。哦，誒，我你望跳落地邊，我把釣過一刀啊！我唔是釣，我用是煮物件咯，是煮嘅是我嘅飯啊，你想要炒飯嘅是要煮物件，你飯咪是熱咯，未炒面啊！我把夾我嘅貴飯，我一係啲個烤喺度食啊，一食咧佢落不起，係到啲個烤喺度冷。你往時成都，我 Thanksgiving 嘅時，我煮 Thanksgiving 嗬，我嘅物件往時想這一 prepare 我成都無夠大，我不先叫去外口行。冷天嘅時間。而家佢早做工嘅時咪是有嘅 hotel 無 fridge 嘛，所以買機嘛，咱就買 yogurt 啊，啥物啊，係啲糖啊嘅，伊係 winter 啦，無變咯。係咯，是啊，你看你啊，若是我有煮蝦米芥末菜啊、芥末飯啊，我無係生肚，咩係生肚誒？係袂歹嘅應該。伊袂歹嘛，然後這邊98度啊，甲 refrigerator 上大嘛，就免咯。係咯。一啲個係餅外口本未流汗。所以 dry 係一門嘅事。你係 chips 啊，係餅外口未流汗。one thing good about 外口。較無嚟見咯，啲唔嚟少就誒就了啊。係咯。แล้วว่า這邊啊，這個 summer 特別 summer 政府 air conditioner，所以伊 dry，伊 air 個 dry，所以冇物件冇你搞老紅哦。你湯嗰邊咧定快定去。當叫我人教導呢。我教導啊。今日我唔知今日我幾多。今日我人來隻看人嗰邊特人嘅位，哇，做88度，等陣88度先。我不要換，再換。Celsius 係乜話？哦 ，OK。31度。哦，熱，到馬來亞城。31。baru，忘咗。哦，比馬來亞較冷嘅往東邊個。阿妹嘛。阿 boy，OK，say bye，say goodbye already。I need to request Helimed is available over. 阿 boy มั่งดูวะไม่ดูโย่สิไอเล่ไปวิเล่ไปโลฮอพี่บังว่า flat มาจะ cancel โย่กระสองเอาไปตุ้ยอ่ะเอาไปตุ้ยเป็นยังไงเอาไปตุ้ยเป็นยังไงกระสองเนี่ย我對邊嘅時候，攏聽到這時我就差唔多要對啊。但係佢對啊 Snapchat 啦 ，Snapchat 就這邊咧福建人啊，我看呢數20幾30人，邊咧福建嘅人嚟。耶！哎呀，做這 Snapchat 啦，做我個七隻狗攞你個顯嘅。吹水？我啦攞人啲 send 物件 send 嚟 send 去 practice，有陣都用 Snapchat。嚇，好啦，以後咪我考慮下嘛，其實這嘛，七隻狗啊，嗰啲是狗嘅，而 post 嘅 snap 嘅咯。啊，我個是鳥咯。對，我是較有興趣，我通看路人我知哦。actually 我個想法，人係當學嘅啊，若是樣大人，就做得很爽啊，通看嘢當學嘅嘢。唔知，嗰啲人有 Snapchat 咯，較無呢 comment 定？較無呢 comment 啊，尤其是Facebook 較係咪 ？Even Instagram also not so common。是較少年嘅人，我老實講。
誒，啊，咱人阿 John 有 try 過 Instagram 嘅 Snapchat 哦。Instagram Story 啊，有啊。好啲錯咩？伊 actually 成個淡薄 extra 嘅，可能咯，就冇面睇。我 Snapchat 然後較濟 conversation 咯，because 係人嘅了成日我嚟講去啊，可能。然後到啲 Instagram 人較濟是看咧，冇咩 comment 冇咩。特別我到 Instagram 較濟 view 是這樣。運動啦，因為伊 Instagram 嘛。較濟人 Instagram hashtag 嘛，較濟人較濟人吹 hashtag。特別我講嘅是咩？我 Snapchat 嘅人誒，但係我背人，等陣我琴日講先，我背人參邊啲學見誒 Snapchat 就是你看你，我聽甲人講話，我聽看人有咧寫只字咧聽講啊名哈，伊是哎我袂記伊名內咧得呢，伊甲我講哈寫昂文咧，寫昂文咧伊講嘅驚甲我上名喎。專昂喎，我想我就咧聽講，伊講伊聽只字，你偷偷聽起，特別唔捌甲我講過話，所以到啲 Snapchat 我看到伊就看我誒，我有 message 伊嘛，我講你是注呢，你是實甲我講話咯，然後實講起咧有一間咧就是，伊甲我講，你爸是唔是注啊？我講按照你知，講人起上出去，哦，趣味哦，我啲啱個未看過咧，啱咩？嚇？你啱個未看過咧，啱一個。啱講之後。當見花了咯，我當見5點了。OK，咱使小蛋啦，當然各位聽眾，你快咧，我希望咧飛過留咗一隻煎鬼餅，隻狗應該隻鬼餅，煎鬼子，然後叮隻鬼子是隻泡豆，聽住你話隻泡豆，你話隻狗應隻鬼餅。咁成日咧教過時間嚟隻借過嚟散到堆。對，嚇，教嘢。對，剛才我哋聽就是，隻隻咪是別生嘅，你嗰啲 deep fried。喲，當今晚會讓別人啊，有睇隻隻名單教過哦。應該冇啊。你去John 你去 Practical 點咩兵？哦，yeah，OK。John 是那借嘛？係你借店。OK，但係我特別在。你去吹淡配有一間借店。哦，白海嘅啊。白海嘅。OK。你去坐我去食哈。你幾出你去食，因為係你食借店真好食。OK，你食借店是成個食多呢，還是食你食叫飯啊？經濟飯？唔是經濟飯嘅，就係叫上家 restaurant 叫菜啊。喲，OK，我去，阿伯去哦。哎呦，我冇插 ，as long as 上家經濟飯我本食，我本自家食嘅 ，anything，as long as 借。我自家食咪，頂到我食到就好食是咧，luncheon meat。借 luncheon meat。好食。伊成日可能伊是往去食嘅是，伊出來食嘅寫一 flat 呢，可能伊出去聽擺攞啲度呢，就好。兩個去做，可能兩去講，可能去食呢。食久啦，未記得到咯，特別即係luncheon meat咯。我講，做個呢上岸嘅時，隻 serve luncheon meat 都唔知。Actually 啊，伊人啊冇通食肉啊，佢要騙家己。唔是買食吧，唔是我冇通食。choice 真係。你看阿伯咧食吧。伊 lactose intolerant 嘅，食零。食古靈嘅咬嘅，食 ice cream 咬啊。當見個 special diet。面搞到笑。Bye say hi。say hi。Hi boy。Good boy 啊！哦，弟弟咁咪，我咁咪咩？喲，咁咪，咁咪，係咪嚟？喵嘅鬼邊哦，我想嘟係鳥，嘟嚟啊！嘟啊，哦 ，OK，嘟係鳥。哇！我特別做飛 ，OK， 小打各位聽眾，這禮拜特別嘅邊啲就是借電啦，了加借電要加係卡有時加加工啊，唔是有時，超情，
仆機，sorry，超正。你哋錯啊！แล้ว今日เราตั้งหลอดเต้าแล้ว มาเต้า 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กาโร Bye. ตีบินโรตีบิน good morning อ่ะแล้วก็ตอนแล้ว頭有冇啊？ตอนแล้ว頭冇唔對一鬼邊啊？對啊，ตอนแล้ว頭你鬼邊是個怎樣？traditional traditional 安怎？電容放豆沙，女人加學豆沙。豆沙女人。那到了他冇得來呢，冇得聽啊。冇，伊到點伊只久啊未記伊。你到底 Skype？你看你到底 Skype 未個那點？你啲食物件數嗬？冇做物件。即做物件數。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希望能夠到底來收聽啦。下禮拜應該是到底變能落嘅 episode，冇，下禮拜是幾嘅？幾嘅一個是到底變能落嘅。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到變能嘅期望啊，拜拜。你記得我 Snapchat 啦，我記得到你 impromptu meet up 嘅時候，Snapchat 咯，感謝，拜拜。拜。